好，今日同大家分析下木雲左岸前面圓湖路究竟係幾多個車道、幾闊嘅一條馬路啊？呢個大家見到嘅係一個工程圖啦。咁我嘗試咧就按馬路設計標準咧，將佢劃分成唔同嘅車道啊。大家見到啦，分咗之後咧，大概咧係5個車道啊，上邊3，下邊2。跟住去到呢度路口咧，就轉成上邊2，下邊3嚇。整體上咧都係最多係5車道嚇。咁如果係你睇翻佢接駁嘅李屋路，咁佢當初設計係幾多車道咧？你要見到啦手指指到呢度李屋路本身咧都係雙向4車道嘅嚇。咁至於係圓湖路向東行向南轉嘅就係昂鵝路，咁佢究竟係幾闊咧？你會見到都係40米，同李屋路40米咧係一樣嘅。所以照估咧都係4車道係有相為證嚇。咁呢條就係昂鵝路啦。呢個就係車嘅大細嚇。照呢張相推斷咧，昂鵝路本身都係4車道1、2、3、4嚇。咁既然佢右轉向南係4車道，李屋路又係4車，即係呢度4車嚇。咁有乜可能有乜可能圓湖路本身係8車道咧？冇可能嚇。咁照推斷咧係5車道係最合理嘅，亦都係按照圖紙比例係可以做到。好，今日講